香港嘅街坊們，重大好消息啊！港珠直通巴士專線正式開通啦！珠海嘅上車點就有斗門嘅萬達啦、金灣嘅華發商都同埋十字門嘅華發商都。香港嘅落客點就有沙田、大圍、尖沙咀、中港城、太子上海街，直達唔使轉車啊！我專登仲喺度 check 咗一下佢嘅票價，咁佢嘅票價可以睇一睇啊！我係由十字門嘅華發商都直通到我哋嘅中港城嘅，咁成人票係150蚊嘅，咁小朋友嘅票係20蚊嘅，所以呢，性價比都算好高嘅，非常之方便啊！其實好多香港朋友好鍾意嚟珠海同埋中山玩嘅話，係因為呢邊嘅生活環境真係好，節奏又慢，消費又親民，一日來回完全係冇問題嘅。後期呢，我會同你哋介紹下珠海嘅醫療配套，同埋點樣用我哋嘅手機去上網，邊度有好嘢食，一條片一條片咁同你哋 share。我係珠海阿冧，係你哋珠海中山嘅人民，有事我真係會上㗎。好啦，拜拜。